你没看错，一锅汤竟然能有3种口味。台南有火锅店推冰室锅，除了最基本的龙骨锅，还有青花椒和麻辣锅，强调正宗川味，加入3种辣椒和大红袍花椒。业者更因地制宜改良汤头。我们来这边有微微的调整过，因为在那边呢，在四川那边呢，那个麻辣汤是不能喝的啊。那我们这边呢，就是说我的汤底是用龙骨汤。麻辣蛮香的，蛮特别的。青花椒那个，我觉得我最喜欢吃。我觉得它麻又不会辣，麻而不辣，蛮特别。食材除了常见的毛肚、腰花、牛肉丸、贡菜，还别出心裁，将四川风味结合在地特色，将每天上化直送的温体牛裹上厚厚的特制调料，涮下去相当过瘾。当中最吸睛的是这一整只的鳖，这还蛮惊奇的。对它，而且它是整只的，对，但是对啊，但就吃起来就是很有胶质，满满蛋白质的感觉。用餐的客人都直呼太牛辣，而同样也是主打每日现熬汤底、顶级肉品的南霸天火锅店，则是推招牌天香麻辣汤，以20种温和中药材搭配麻辣豆瓣酱、牛骨新香料，汤头温纯香辣不呛口。也有加入一些牛油，然后跟郫县的豆瓣酱，我们去整个辣油的过程，我们是用自己去炒的，那炒出来香而不腻。这间店还搬过新家，现在位于中华路上，有着整排的新鲜海鲜食材夹到饱，熟食区还有炙烧鲑鱼寿司等多种选择。现在配合季节推出草莓季，不但能爽客冰箱内的草莓甜点，还有限时限量的草莓雪花冰，满足甜点控的味蕾。记者邱怀棠的报道。